后来过来是艺人 NONO 嘛去互指控涉嫌甲20个查某囡仔性骚扰，甚至甲性侵。这当中是网红小红老师召开着记者会出面来控诉。台北地检署讲，虽然也未收到有被害人提出告诉，不过地检署会严密来观察这个事件。若是事情明确，或者是有人来告，就会马上落去侦办。律师讲，按照着法律的规定 ，NONO 若真正犯着性侵害，追诉期有20年，上当会当判10年的有期徒刑。若是20个被害人所讲的拢成罪，安尼 NONO 恐惊会用去判关着30年。他所有都会找新人下手，为什么他不去找随便一个线上很红的人？因为他不敢，他知道我们不会讲话。今日一天开记者会，这个小红老师念出真侪受害女性的消息，差不多20个受害者指控这个艺人 NONO 犯下强制性交予罪。伊伫面册写讲，这个时间无了无被发现的罪，只是时间的问题尔。要你等 NONO 会室的记者会，这个 NONO 恐惊会封关。强制性交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徒刑，所以依法它的追诉时效是20年。这一件事，这个是非告诉乃论，所以他们只要知道犯罪的情况，他们可以主动去侦办。那如果说有人去知道以后，他们会先传唤被害人过来说明到案做笔录这样子，然后可能会再视情况传被告过来到案做笔录。依照法律的规定，若是 NONO 真正被告，也是涉嫌犯强制性交罪，干那追诉期到20天，对了上当会使判10年有期徒刑。若是20位被害人所讲的罪人拢定罪，一罪一罚，上当30年，而且被害人也有未成年的少女。一个受害少女控诉 NONO 讲，当时也未成年，年岁才15、16岁尔，嘛共款互 NONO 带去内湖厝内卡来手来，大汉了后才意识到迄是唔对的代志，安尼罪行佫加一条。如果是强制猥亵的话，它的法定刑度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可能要就当时的时间过程去巨细靡遗的描述以外，因为发生这个事情，他有做了什么事情，例如有跟亲友去哭诉。目前北检也未收到有被害人提出告诉，不过已经咧观察这件代志。若是事情明确，也是有人提出告诉，就会马上侦办。虽然讲 NONO 已经透过面册宣布讲停止演艺工作，不过会师咧却是有网友批评讲无诚意。网家鸡排赶紧驳回讲已经无合作关系，好霸鸡排嘛发声明讲暂停品牌合作计划。面对种种的指控，恐惊唔是停工就会当解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